1988年10月13日，咱国特别邀请比利时在野党的主席穆沙来台湾访问，双方对促进两国关系建立初步共识。过两年，比利时大选了后，由人民联合党执政，时机成熟，咱国正式甲比利时协商建交，成为咱国第26个邦交国。1991年10月13日，民进党伫第5届第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，为了敢要通过台独党纲进行辩论，因为辩论不是提案的内容，只是台独的主张列入党纲的时机。最后由陈水扁提出修正案，建议加上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国民投票方式产生，和绝大部分的党代表赞成通过这个条款。看中华排球代表队执法迎战日本的靶球，中华队防守是真严密，煞来反攻，一个小吊球成功骗过对手得分。中华队延续气势，伫决胜局一直拢保持领先，最后以15-12拍败日本，伫2013年10月13日得到田町东亚运的第一面金牌，为台湾争光。